2025年 Paperlike 2.1 系列，為你 iPad 帶來優質紙張嘅感覺。其超薄設計可增強每次筆觸嘅精確度同靈敏度，同時保護 Apple Pencil 嘅筆尖同 iPad 螢幕。藉住改進嘅抗刮性同我哋獨特嘅 NanoDust 技術，你會體驗到紋理同滑動嘅完美平衡，從而充滿自信地進行創作。體驗在優質紙張上書寫同繪畫嘅紙質質地，高質嘅筆記本為基礎，清晰記說明，紙質完美嘅摩擦力。模仿真實紙張的感覺，同時最大限度地減少紙張。Paperlike 2.1 系列能保持顯示清晰度，盡量減少折射同遠光效果，確保熒幕保持清晰同鮮豔。先進嘅 NanoDust 紙質保護膜唔似傳統嘅保護膜令視覺效果模糊，技術足夠柔軟，適用於 Apple Pencil， 延長其使用壽命。同第三方紙質熒幕保護貼相比，令減少 Apple Pencil 筆尖嘅磨損。Paperlike 上嘅使用壽命延長了3倍。Paperlike 係德國設計物料瑞士製造，確保產品喺性能同耐用性，令你享受無氣泡嘅應用體驗。支援所有目前和最新 iPad 型號，完美適配，適合所有 iPad 使用者。